道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面貌，把6亿以上的人摆脱了贫困。对当前的中国的经济形势怎么看？问题提给高云龙主席。今天很高兴来到中国。昨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对2018年的承诺呢，也是被传统文化所推崇的，要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。啊，唔怕啦哦，學生做唔到哦，需要找哦。台上嘛有人做㗎咋？即係我先衰，這耍亂呐！聽哦，學生等佢哦，需要冇哦，佢想等等啲。我。即係話我想，我借我錢，我做我做我一說。哦，蠻痛，誒咪多話，多些上些多話，多些師傅買呀。需要等佢，需要，佢想等佢。